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俄罗斯侵犯到乌克兰。乌克兰的难民为着要逃命，只好是走离开家园。当地时间到昨为止，有超过100万人走离开乌克兰。啊，讲这个美国甲欧盟已经同意要来接纳这个难民咯。啊，德国有一个钢琴家专攻到波兰的边界，希望会当用音乐来安慰着难民的心灵。 由美旋律出现伫波兰的空中，这音符有时轻柔，有时气势十足，透露着淡薄仔忧伤。这个钢琴家专门为德国来，希望讲用音乐安慰乌克兰难民的伤痛。I know. No sleep. Yeah. 拢唔敢困，想袂到讲家园会变甲遮残破，真侪难民厝已经无去啊，爱搁逃命。 伫德国境内有人大包小包，阁有人抱囡仔，都惊讲这难民会去咬着、赶着，现场冒充分的物件甲衫裤。依照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，到当地时间七3为止，已经有超过100万人为乌克兰走去隔壁的国家，其中将近54万8千人入去波兰。若是俄罗斯继续拍，恐惊超过1000万人爱逃命。 We were very scared that we will die in this place, so we leave it. Go to the rail station and go to the border with Poland. 乌克兰的境内战火拢无停，世界卫生组织嘛想尽办法运送医疗物资。现阶段美国、欧盟门拢拍开，接难这难民该因保护，因过一场军事冲突，伫因的心肝内已经留下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痛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